自2025年9月15日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甲新圣对句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以西结书》第10章第19到2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以西结书》第10章。我观看见伫天西基路伯头壳顶的穹苍顶面，有一个形状亲像用拿宝石做的宝座。上帝对穿幼麻布的衫迄个人讲：“你入去，对基路伯下面的链仔的中央，摕得倒的火炭出来，捧伫双手，也伫全耶路撒冷城。我看伊入去。伊入去的时，基路伯徛伫圣殿的南边，有云彩充满内庭。上主的阳光升悬离开基路伯，停伫圣殿的入口，有云彩充满圣殿。上主的阳光发出的光辉充满规个城。基路伯的膝发出的声，亲像全能上帝在讲话的声，伫外城嘛听会到。上主吩咐穿幼麻布的衫，迄个人对基路伯下面链仔的中央摕火，伊就入去，徛伫一个链仔的边仔。其中一个基路伯伸手对基路伯中央摕一寡火，下伫穿幼麻布的衫，迄个人的手中，迄个人摕着就出去。遐个基路伯的膝骨下面有手，看起来亲像人的手。我看见这个基路伯的边仔有4个链仔，每一个基路伯边仔拢有一个链仔，链仔亲像宝石发光。4个链仔的外形拢同款，每一个链仔亲像内面阁有一个链仔。这4个链仔振动的时，拢会当对逐边直行，毋免转弯。因往倒一个方向行，拢毋免转弯。基路伯规身躯，连骹脊、手、膝，甚至每一个链仔四周围拢是目睭。这个链仔照我听见的叫做得转的链仔。每一个基路伯拢有4款面，第一个是牛的面，第2个是人的面，第3个是狮的面，第4个是鹰的面。基路伯飞上悬，这个是我伫加巴鲁河边看见的画面。基路伯行的时，链仔嘛伫边仔行，因triển开膝飞悬离开地面，链仔嘛无转势离开因身边。基路伯停地，链仔嘛停地。基路伯对地面升悬，链仔嘛做伙升悬，因为画面的心意控制链仔。上主的阳光离开圣殿的入口，停伫基路伯的顶面。我看见基路伯体膝飞悬离开地面，链仔嘛伫因身边。因停伫圣殿东门的入口，以色列上帝的阳光伫因顶面。这个是我伫加巴鲁河边所看见，伫以色列上帝下面的画面。我知因是基路伯。每一个基路伯有4款面、4支膝，膝下面有手，看起来亲像人的手。因的面的模样，就是因的形状甲款式，甲我伫加巴鲁河边看见的面同款。每一个基路伯拢会当对逐边直行。甲新圣对句。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中，上帝阳光金光闪闪，随去千条。
以世界看见这个异象，是用狩猎身份带点冲突偶像崇拜的外邦，远离上帝荣耀圣殿的时阵，过去简单会当伫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看到的上帝荣光，现今出现伫巴比伦狩猎的以色列人当中，这表明上帝的同在无受时间甲空间的限制，伊无所不在，随时看顾伊的子民。伫人的计划宣晓中，犹原有上帝关灵的声音伫遐在讲话。伫圣殿的至圣所内面，上帝荣耀临在两个基路伯中间，表明上帝公义、怜悯和烈理。基路伯是守护上帝宝座的天使，先知所看见基路伯的四个面，代表上帝的受造物，管理上帝所造万美的人。家庭中气力上大的牛，野兽中上凶猛的狮，和飞禽中上威严的鹰。每一个链仔边有另外一个链仔，彼此直角3尺。基路伯全身拢有目睭，表明上帝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，圣洁和神圣不可侵犯。伫异象中，以色列看见上帝荣耀离开圣殿，离开耶路撒冷城，最后停点城东边的橄榄山。但是上帝应允伊的荣耀会搁再转来，互以色列复兴。以色列所看见的异象，显明上帝的尊荣，也显明上帝比伊伫异教环境中所看见的一切，搁较通行位。伫先知的心中，这异象刻画肉眼所看袂见的以色列上帝伟大。这异象搁较说明世间所发生的事，并无完全受自然定律操纵，是由一位伟大全能的上帝所掌管。上帝荣耀，互以色列敬畏。那安尼，伫生活中，互咱担心惊吓的是甚物？假使咱担心的是囡仔的安全，可能会因为过度保护囡仔，甲互因压榨，煞阻碍因的成长。假使咱深惊错失甚物，会导致咱不断追求新的刺激和新的经验，但是代价可能是失去甲人之间健康的关系和承诺所伴随的美善。假使咱恐惧失去另外一半，咱就会竟然掠条对方毋放，失去信任。假使咱恐惧失去财产，咱会看重财产赢过其他任何物件，变甲当算，搁逐项拢要计较。19世纪，英国报道家斯普真讲，敬畏上帝是所有其他恐惧的终结，就亲像一只强大的狮仔，对杀眼前所有的恐惧。这毋是来自一般的智慧，是上帝的智慧。箴言第1章第7节安尼讲：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。这智慧并毋是一个会当受拥有的物件，是甲上帝之间顺服的连结关系。智慧的心就是愿意听叹的心。假使对上帝敬畏，会当扫除所有的恐惧，甲神圣相遇，将比咱所会当想象的搁较荣耀，搁较互人惊叹，甚至比咱所会当想象的搁较喜悦。日想，伫全能荣耀的上帝面前，我是毋是心存敬畏？伫全能荣耀的上帝面前，我是毋是心存敬畏？咱来祈祷，
亲爱的天父，愿你帮助我，用圣洁敬畏的生活态度来远离你所恨恶的一切邪恶，搁用顺服的心遵探你所启示的话语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